1791年，教皇國位於意大利半島外嘅全部領地都被拿破崙率領嘅法軍吞併咗。去到1796年，拿破崙又率軍入侵意大利，唔夠2年嘅時間，羅馬城淪陷，教皇國亦都順勢被連剝端起。時任教皇庇護六世被擒，但礙於天主教深厚嘅根基，拿破崙都只能夠恭恭敬敬咁帶庇護六世返法國養老。後來可能係發現羅馬教廷喺歐洲依然有住難以復刻嘅號召力，1800年，拿破崙又下令恢復咗教皇國，並護送繼任嘅庇護七世返回羅馬。但呢個時候，教皇嘅威望顯然已經大不如前啦。1804年，拿破崙稱帝嗰陣，居然命令教皇庇護七世親自到法國巴黎聖母院俾自己加冕，而唔係佢跑去羅馬。更搞笑嘅係，加冕嘅時候，拿破崙拒絕喺教皇面前跪低，未等教皇為佢戴上皇冠，自己就一把將皇冠奪咗過嚟，自己戴上咗。庇護七世一直視此事件為奇恥大辱。4年後，1808年，庇護七世因為唔贊成拿破崙嘅戰爭政策，同佢發生衝突，法軍再度攻佔教皇國，但或死係天無絕人之路。1815年，拿破崙戰敗後，反法同盟召開咗維也納會議，教皇國再度被重建，但領土已經大為縮水。去到1870年，教皇國嘅領土又被意大利王國盡數吞併。面對來勢洶洶嘅意大利軍隊，時任教皇庇護9世倉皇逃入羅馬城中嘅梵蒂岡內，並自嘲為梵蒂岡囚徒。意大利政府亦都冇趕盡殺絕，心諗教皇國嗰啲領土同財富都差唔多俾我哋搞到手啦。如果要再將教皇俾幹掉，估計全世界嘅天主教徒都會同我哋玩命。於是從此羅馬城內出現咗神奇嘅一幕。一方面，意大利政府承認教皇神聖不可侵犯，表示自己都係尊重教皇嘅，並且嚴禁任何人進攻梵蒂岡城。另一方面，教皇庇護9世依然覺得十分之屈辱，佢拒絕接受教皇國亡國嘅事實，亦都唔同意同意大利政府和解，更唔承認意大利王國對羅馬嘅主權。咁樣嘅僵持一直持續到咗1929年。不得不講，呢個時候嘅教皇國早已名存實亡，但係聖座嘅主權依然存在。前面我哋就講過，唔管係梵蒂岡定係教皇國，國土只係皮囊外殼，聖座同天主教信仰先至係內核。只要呢個內核不滅，全世界嘅任何國家都唔敢怠慢教皇。1925年，意大利王國最高帝國元帥墨索里尼宣布咗國家法西斯黨為意大利唯一合法政黨，從而建立咗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墨索里尼上台之後，不斷向教皇示好，俾教會捐錢，接受神父嘅洗禮，仲有意授予梵蒂岡主權國家嘅地位。呢個背後嘅原因，無非係為咗鞏固自己嘅權位，加之想要藉助教皇喺全球範圍內嘅影響力，嚟實現佢光復羅馬帝國嘅宏願。另一方面，時任教皇庇護11世亦都明白，繼續同意大利政府咁樣僵持落去都冇意義，教皇國係唔可能收復之前嘅領土嘅。於是1929年，意大利同羅馬教廷達成咗和解，簽署咗著名嘅拉特蘭條約。根據條約，聖座承認意大利嘅統一，以及羅馬為意大利嘅首都，而意大利政府則承認聖座對梵蒂岡44公頃範圍內嘅主權。從法理上講，延續咗11個多世紀嘅教皇國喺1929年2月11號正式滅亡，由梵蒂岡城國取而代之。此後嘅10幾年入邊，梵蒂岡同法西斯、意大利同納粹德國產生咗深深嘅利益捆綁。30年代初，教廷同希特拉政府簽署咗政教協定，通過該協定，雙方都得到咗自己想要嘅嘢。天主教喺德國擁有咗較大嘅宗教活動自由，仲被允許只收教會稅。納粹政府甚至直接會將德國天主教徒工資嘅一部分打俾梵蒂岡作為稅金。另一邊，納粹政權得到咗教皇嘅認可，內部士氣大為提振，大量德國天主教徒選擇支持納粹黨，亦都俾佢哋帶嚟咗好多選票。除此之外，早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前，梵蒂岡就已經喺德意兩國內進行咗資產佈局，教廷投資咗軍火公司、貿易公司同金融公司。
1935年，墨索里尼喺殖民地摩加迪沙成立皇家香蕉壟斷公司，以控制全非洲嘅香蕉貿易時，向數十名中間商發放咗經營授權。呢啲中間商全部都係由法西斯、意大利同梵蒂岡精心挑選嘅。隨住資本源源不斷咁流入梵蒂岡，一個新問題又出現啦。嗰就係梵蒂岡嘅呢啲錢都係存放喺其他國家嘅銀行嘅，呢就意味住梵蒂岡嘅錢隨時可能被他國追蹤，甚至係凍結。1942年6月27號，梵蒂岡銀行又叫宗教事務銀行應運而生啦。佢係一間私人銀行，並不對外開放，只負責管理梵蒂岡嘅金融資產，但可以喺全球任何地方開展業務，無需納稅或者披露任何經營信息。每10年將所有嘅文件銷毀一次，股東只有一個人，教皇。梵蒂岡銀行對於歐洲富人嚟講，簡直係天堂般嘅存在，因為信息無法被追蹤，呢度被稱為係洗黑錢同收埋錢嘅聖地。發生喺上個世紀80年代嘅著名懸案，上帝銀行家之死，就同梵蒂岡銀行有住千絲萬縷嘅聯繫。1982年6月18號清晨，倫敦嘅一名郵差途經黑衣修士大橋時，被眼前嘅一幕嚇親。一名男子被赫然掛喺大橋嘅鐵架上邊，但比呢一幕更加古怪嘅係，警方隨後披露嘅訊息。此人名叫羅伯特·卡爾維，係當時意大利最大嘅私人銀行安布羅西諾銀行嘅董事長，以下簡稱安行。因為同梵蒂岡銀行之間嘅緊密聯繫，卡爾維亦都被稱為係上帝嘅銀行家。1920年卡爾維出生於意大利米蘭嘅一個普通中產階級家庭，從小就表現出嚟好強嘅經商天賦。50年代，卡爾維意外結識咗西西里商人辛多納，從此命運產生咗劇變。辛多納係梵蒂岡銀行嘅財務顧問，同時亦都係共濟會成員，仲曾經為黑手黨金比諾家族提供金融服務。所謂財務顧問就係幫教皇理下財。但不得不講，辛多納呢個財務顧問嘅工作做得都係非常到位嘅。喺佢嘅運營下，全球食品、金融、媒體、能源、紡織、鋼鐵、旅遊等行業嘅巨頭公司入邊，都出現咗嚟自梵蒂岡嘅投資，滾滾財富洪流將辛多納拱到咗名利之巔，各路媒體將佢捧到天花龍鳳。結識辛多納嘅時候，卡爾維已經躋身安行嘅管理層，佢一直想對安行進行現代化改革，但奈何嗰班保守嘅董事唔同意。卡爾維向辛多納直截了當咁講出咗自己嘅諗法，佢認為安行嘅資產佈局過於保守，佢想同辛多納合作，利用安行持有嘅大量資金進行更加激進嘅投資。辛多納好欣賞卡爾維嘅才華，開始手把手教佢點樣設立同運作離岸公司，並將手上嘅關鍵人物介紹咗俾卡爾維。一個係富商里西奧蓋尼，蓋尼仲有一個秘密身份，嗰就係共濟會意大利分會宣傳截止日 Propaganda Due 嘅負責人。通過蓋尼嘅關係，卡爾維亦都加入咗共濟會。辛多納介紹俾卡爾維嘅另一個關鍵人物係梵蒂岡銀行總裁馬辛富斯。馬辛富斯唔單止總管梵蒂岡銀行嘅所有事務，仲係一名大主教，同時充當教皇保祿六世嘅貼身保鏢，極受教皇嘅信任。通過馬辛富斯，卡爾維就咁樣同聖座搭上咗線。喺辛多納同馬辛富斯嘅運作下，1971年卡爾維被提拔成為咗安行嘅總經理，1975年又被任命為咗安行董事長。此後，安行轉型成為咗一家國際商業金融機構。卡爾維通過喺盧森堡、巴拿馬、哥斯達黎加等離岸銀行天堂建立嘅層層空殼公司網絡，隱藏咗安行嘅資產，同時亦都掩蓋咗安行同梵蒂岡銀行之間嘅利益往來。卡爾維通過背靠背操作，將安行嘅資金轉移到梵蒂岡銀行，梵蒂岡銀行再將其轉移到卡爾維同辛多納嘅離岸空殼公司。作為回報，梵蒂岡銀行可以從轉移嘅資金中抽取提成，必要時亦可以直接使用呢啲資金。後嚟，辛多納以4000萬美元嘅價格買落咗美國第12大銀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嘅控股權。梵蒂岡銀行又通過多間空殼公司持有安行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嘅股份。可以講，馬辛富斯、辛多納同卡爾維形成咗一個利益鐵三角。
圍繞住呢個鐵三角嘅係來自教廷、共濟會以及黑手黨嘅各種合法同非法收入。呢啲資金以上帝嘅名義被洗白，並被安全咁帶嚟意大利。然而俗語話齋，常在河邊走，邊有唔濕鞋。70年代末，辛多納同卡爾維嘅各種激進投資接連爆雷。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破產之後，美國證交會對辛多納提出咗欺詐指控。意大利米蘭檢方以偽造賬目以及欺詐等罪名對辛多納發出咗逮捕令。同樣地，安行陷入財務困境之後，卡爾維就被意大利當局指控違反咗外匯管制，非法向境外轉移咗數十億意大利里拉。走投無路嘅辛多納同卡爾維向馬辛富斯同教皇求救，卡爾維仲俾時任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寫咗一封信，表示安行施主嘅巨額債務之中，一大半都有梵蒂岡銀行嘅擔保，意思係我要係玩完，補不齊我哋之前嗰啲勾當，我就全部爆大鑊。卡爾維仲曾經向蓋利求救，就係共濟會分支 Propaganda Due 嘅負責人，可教廷同共濟會邊係可以被威脅㗎？從呢一刻起，事情就開始失控啦。負責調查卡爾維案嘅檢察官喺米蘭市中心被當街槍殺。跟住落嚟冇命嘅係負責該案相關銀行清算工作嘅律師喬治安布羅索利，負責調查共濟會分支 Propaganda Due 洗錢活動嘅軍職人員安東尼奧瓦里斯科，調查警員朱利亞洛，接替朱利亞洛工作嘅巴西勒。1981年5月，卡爾維喺佢嘅米蘭公寓入邊被逮捕，後來被家人保釋，等待開庭。1982年起，身心俱疲嘅卡爾維不斷同家人講：我好求啦，我真係受夠啦。如果有必要嘅話，我會將一切都講出嚟。結果去到1982年6月，卡爾維就被吊咗喺倫敦嘅一座大橋上面。1986年喺監獄入面服刑嘅辛多納飲咗杯咖啡之後就中毒嗚呼哀哉啦。重要嘅係從頭到尾冇任何人因為呢啲人嘅離世而被判刑。梵蒂岡銀行金融醜聞爆發之後，馬辛富斯就被教廷貶到咗美國亞利桑那州強制退休。佢從未被指控有過任何財務上嘅犯罪行為，最終活到84歲壽終正寢。一開始，倫敦地方法院認為卡爾維係自我了斷，但係喺卡爾維嘅鞋底上邊並冇發現倫敦黑衣修士大橋鐵架上嘅鐵屑以及油漆，亦即係話卡爾維係唔可能自己爬上去嘅，除非佢係飛上去嘅。喺卡爾維家人嘅不斷上訴下，2005年5個嫌疑人因為卡爾維案被起訴，其中就包括共濟會分支 Propaganda Due 嘅頭目蓋利，仲有幾名黑手黨成員。然而2011年11月18號呢場世紀審判落下咗帷幕，所有嫌疑人均被無罪釋放。關於呢起案件，其實仲有好多可以深挖嘅細節，展開講嘅話要另起一期啦。有機會嘅話再同大家細聊啦。進入20世紀之後，各國金融監管體系越嚟越完善。如今梵蒂岡嘅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嘅係旅遊業、地產業、金融業同全球14億教徒嘅捐贈。梵蒂岡係世界上唯一一個全境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嘅國家，入面嘅聖彼得大教堂係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小安東尼奧等大師參與設計同建造嘅藝術瑰寶，嗰度咧仲收藏住唔少頂級文物。每年梵蒂岡吸引住數以百萬計嘅天主教徒、藝術愛好者以及遊客嚟呢度參觀。2021年7月成立咗54年嘅宗座財產管理局，首次公開咗年度預算報告。報告顯示，梵蒂岡喺全球擁有5100多處房產，其中4051處喺意大利，其餘嘅1120處喺倫敦、日內瓦、洛桑、巴黎等城市嘅高檔地段。呢啲房產均不包括梵蒂岡喺全球各地設立嘅使館。除此之外，全球信徒每一年嘅捐贈，亦都係一筆不菲嘅收入。中世紀時期，天主教曾經流傳過一個不成文嘅規定，話信徒需要將自己收入嘅1/10上交俾教會。呢個規定被稱為十一稅。如今全球有14億天主教徒，就算係每人只捐$1，嗰都會係一筆不菲嘅收入。更何況仲有一大批人會虔誠地遵守住11稅嘅規定。根據福布斯2020年公布嘅數據，當年僅美國天主教會就收穫咗14億美元嘅捐款。
2013年第226任教皇方濟各上台，開始着手修復教會嘅聲譽，並取得咗明顯嘅成效。佢首先對梵蒂岡銀行進行咗大刀闊斧嘅改革，替換咗負責監督銀行運營嘅5名董事會成員中嘅4名。當得知德國一名主教花費4300萬美元進行房屋與教會嘅翻新時，方濟各亦即刻對其進行咗停職處理，並且方濟各仲經常喺公共場合批評信徒同神職人員嘅拜金行為。佢話：一人不能是二主，如果你侍奉嘅係金錢，咁你就唔能夠再侍奉上帝啦。佢仲話：如果一個教會將希望寄託喺財富上，咁耶穌一定唔會喺嗰度。另外，天主教一直都係反對同性戀嘅，同性戀關係喺天主教教義中被視為係越軌行為。但方濟各上台以嚟，對同性戀以及 LGBT 群體一直係持寬容態度嘅。佢話：如果一個人係同性戀，而佢追求主且心懷善意，咁我又有咩資格去評判佢呢？呢啲人應該因此被邊緣化，佢哋必須融入社會。2019年，方濟各又宣布咗宗座保密條款，對未成年性侵案件不再適用，亦即係話，如果有任何神職人員牽扯到咗要同案件當中，咁國家司法機關係有權利查閱教會內部文件嘅。要同問題其實早已深植教會內部近8年。此前喺教宗保羅2世同本篤16世嘅包庇下，無數有問題嘅神職人員利用宗座保密條款逃過咗法律嘅制裁。方濟各嘅做法無疑係大快人心嘅。方濟各上台之後嘅種種表現，佢嘅親切、平易近人同腳踏實地，為佢贏得咗無數天主教信徒甚至係一般民眾嘅喜愛。2013年，《時代》雜誌將方濟各評選為咗年度人物，媒體都願意稱佢為人民嘅教宗。關於梵蒂岡，其實仲有好多不為人知嘅秘密，譬如坐落喺西斯廷教堂北側嘅梵蒂岡秘密檔案室。嗰度收藏住從公元8世紀至今嘅各國文獻，書架上嘅資料如果連成一排，則可以長達85公里。呢啲文獻都只屬於教皇本人，禁止對外開放。數百年嚟，只有極少數經過嚴格審查嘅人先有資格進入秘密檔案室查閱入邊嘅資料，但只要有人睇過資料入邊嘅內容，就唔可能完全保密。傳說嗰度有遠古文明使用核武器嘅記錄啦，時光機嘅製造方法啦，仲有地外文明曾經協助埃及文明、瑪雅文明發展嘅證據。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支持點個讚，記得訂閱本頻道，下次有更精彩嘅內容。拜拜。